歷史唔定是閱讀，更會用個親身來體驗。有着中華天下父母心關懷促進會，佮着台北市舊亭商圈發展協會主辦，台南市中西區公所協辦的專題文教擴散計劃烏水溝傳奇的導遊交流賽，日前佇個中西區圖書館熱鬧登場，吸引真儕親子家庭，佮着文化愛好者共同來參與。透過桌遊來認識台灣府城的故事，因為大家都知道黑水溝傳奇的桌遊呢，它來講台灣的歷史文化、地理以及鄭成功勇闖黑水溝，帶了大批的先民呢來台，結合台南400年的故事，玩桌遊遊府城學台語，是我們全台文教擴散的一個宗旨。那我們既呢在廟宇、在社區、在校園一系列的推廣，亮點就是文化的沉浸式體驗。佩玲一直很用心透過這個黑水溝傳奇的桌遊，就是他說的要一直來推動我們台灣的台南的這個，不管是本土語言啊，或者是歷史文化啦，或者是教育創新的部分，真的非常用心那透過我们的桌遊這種沉浸式的體驗，讓我們更能夠理解更能夠感受這個台語的美跟重要，跟我們的歷史文化。所以我想佩玲很用心，那也很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現場出席的貴賓有議員陳怡丁、赤崁澎湃商圈理事長等，其中中西區長蔡家福也閣化身歷史的人物鄭成功來登場，佮着大小朋友來互動，帶領大家穿越時空，認識台灣的歷史，現場氣氛熱烈。大家知道黑水溝指的是什麼？對，就是台灣海峽。那我們這次的桌遊其實也是在講述我們的明末清初跟鄭成功時期，就是先民來台那個時候的一個故事。那個充滿了未知跟挑戰時期的一段故事。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大家剛才我今天粉墨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對，鄭成功。這項專題文教擴散計劃並唔是單一的活動，而是持續推動的文化教育行動。未來將透過跨縣市、跨領域的合作，建立台灣沉浸式文化教育的網絡。台南新聞綜合報道。